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咧，我哋咧會學數字1至20嘅順序同埋倒序喎。咁我哋試下一齊嚟讀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小朋友做得好好喎，識得讀1至20啦。而家我哋試下由20讀返去1，倒返轉讀，睇下做唔做到喎。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做得非常好喎，小朋友。數字1至20嘅順序同埋倒序，小朋友都掌握得好好喎。我哋一齊嚟開心學數字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